今次美麗華旅遊帶大家去日本大阪，悠閒玩樂賞景5天團。第一日我哋會坐大約3個鐘頭飛機去大阪，抵達關西空港之後，大阪5天嘅精彩旅程即將開始。Linku Premium Outlet 係大阪其中一個大型 Outlet， 入面有超過150間嚟自外國同埋日本嘅大型品牌，中意 shopping 嘅你絕對唔可以錯過啊！杯麵大家就食得多啦，咁唔知大家對佢嘅歷史同埋演變過程又知幾多呢？嚟到杯麵博物館，大家可以 DIY 一個屬於自己嘅杯麵。搞咗咁耐，終於大功告成啦！南山係京都5大名勝之一，一年4季嘅景色都係靚到冇得頂㗎。特別係秋夏兩季嚟睇櫻花同紅葉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。嚟日本除咗 shopping 之外，賞花、賞月、賞竹林其實都唔錯㗎。嚟補充一下正能量，心情都開心晒啦！嘆完靚酒，依家就去醫下個肚先。神戶港嘅 Harborland 係食肆同商店嘅集中地，而且隔離仲有好靚嘅神戶港海灣。食飽飯咯，想行邊都得啦。心齋橋係大阪嘅心臟地帶，每一日都係咁人山人海㗎。喺呢一度，大家可以揾到自新自潮嘅產品。